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让我们都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愿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领受你、享受你、经历你，也得着你。为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器械、安排、设备都进行顺利，献上祷告。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设备都为你所使用，所有的敬拜人员，所有的服侍同工，我们在这边都在这里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愿你恩待我们，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用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95篇第6到第7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今天是2月份的第1个主日，那马上就要进入大斋节了。这个大斋节又叫做浴苦节、浴苦期。从这一天算起，一直到受难周最后一天的星期六为止，这一段时间包括6个主日，40天，所以也叫做四旬斋。总共有46天。那这个大斋节呢，是教会年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在教会借着这个节期，向基督信徒预告，开始准备纪念耶稣基督在世受难致死的事迹，也借着第3个主要的信仰行为，有3个信仰的行为，就是祷告、禁食以及施舍，来更新自己的灵命，并且配以读经、默想和其他礼拜仪式或象征，来唤醒信徒效法耶稣基督的爱与舍己牺牲的精神。更在这一段时间感念上帝的至大恩典，让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使人从罪的捆绑当中挣脱出来，得到救赎。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施怜悯，应允你的子民的祈求，是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何为当行之事，并得恩典力量，忠行履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整个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在目前这样的世界变局当中，以及疫情当中，保守我们生活中一切平安，并且有主的看顾。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诗歌是你真伟大，在新灵粮诗选67首。弟兄姐妹起立，一起来。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
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世界都会讲。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仍然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阿门。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下。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112篇1到10节，旧约的592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65篇1到1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慈，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恨，必咬牙而消化。弟兄你们一起来，恶人的心愿要归于灭绝。灭绝。我们一起来进行公祷。
在周报上面，第一项，我们为东非国家厄立垂亚来祷告，求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厄立垂亚国家的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北卫理公会北一教区祷告，北一教区的华恩堂李信正牧师，我们为华恩堂的教会奉献充足，以及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更为台湾的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主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者掌权者，赐福给台湾人民，更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也为目前现在的疫情在第一线防疫工作的所有医护人员以及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第58章1到12节，以及灵前第2章1到16节。我们请品存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平安。第一经课以赛亚书58章1至12节。第1节起，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上帝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上帝。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乃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神，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愿赤身给他衣服遮体，体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以上是第一经课。
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至16节。第1节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人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圣灵的话解释属圣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20节，由我来诵读。马太福音第5章13到20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献诗，我们请诗班。今天献诗的歌曲跟刚刚前面的一样，你真伟大。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以下时间，我们交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讲台的主题是信仰就是生命教育。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我们个人对上帝的敬拜，我们说在家里面或是在自己的空间里，这个叫做灵修。但是我们公众的一起的这样的崇拜，这样的一个敬拜，就是做礼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公众当中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个人自己，我们也能够在家里，在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范围里，我们也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能够在不同的地区里面，或许是一个人，或许是2、3个人，或许是一个团体。当我们能够在周间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其实也是敬拜上帝的时刻。愿上帝祝福我们。礼拜天是我们公众的崇拜，让我们一起同心在这边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那特别今天，各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知道吗？元宵节，对了，很多人忘记今天是元宵节，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回家要吃汤圆啊，这个才叫做完结了。好，那各位，我们一般华人在过年的时候，元宵节就表示过完之后就已经这个过年就结束了啊，所以还是跟大家拜个晚年，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但是各位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1月15号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节日，知道吗？知道那个是什么节日知道吗？当然他们的日期跟我们比较不一样，他们是比较靠近这个我们的现在的国历的大概3、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也是他们的年历里面的1月15号。知道什么节日知道吗？逾越节啊，逾越节知道吗？1月节是正月15号的时候过逾越节，然后那天他们是什么？他们要涂那个红色的他们的血，要放在那个门楣上、门框上，就跟我们过年是一样。所以他们的犹太人的1月1号，他们其实元旦的时候，他们过年的时候不像我们的过年是快乐的，他们其实反而是要为这一年去做一些悔改跟反省。但是高潮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在1月15号过逾越节的时候，才是他们最高潮的时候。所以跟我们华人比较不一样。但是它也有带来一个意思，就是1月15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跨一个红海，然后离开埃及，跨红海，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其实我们的过年也是这样的意思，让我们在过完了这些的年日之后这几天的过年的好日子之后，我们要开始预备进到一个新的生活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预备我们的新生活，我们的新生命，怎么样在我们这一年当中好好来过，好好来荣耀上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不免问一下大家，今天早上才看到很新鲜的那个猜灯谜哈。各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放鸽子的人是谁？第一个放人家鸽子的是谁，知道吗？哎呀，各位要常常读经啊。好，顺道介绍一下，等一下我们的慧秋老师会介绍哈。创世纪里面第一个放鸽子的人就是挪亚，知道吗？挪亚在方舟里面，他是不是放鸽子，然后去试试看有没有，对不对？好，那各位再问大家有一题哈，也是应该蛮好玩的。各位知道那个你的爸爸的二哥这个人，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猜一下，爸爸的二哥。有没有答案？亚伯，对不对啊？亚就是第二嘛，对不对？亚伯就是什么？第二个阿伯就是亚伯，对不对？好，再猜一个哈，这个无三不成理，好不好？各位知道有一个人，他有3个这个孙子，他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名字。参孙，哎呀，对了，
参孙了哈，三个孙子，所以这个猜灯谜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圣经里面的东西来做猜谜啊。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挫折，原本我们所设计的恐怕有时候会不太一样。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玩过，以前小时候，或许我们现在的孩子已经开始都在用电脑或者是打字，比较少手写。有时候手写已经少用的时候就会忘记怎么写。我们小时候大概都用过铅笔，那铅笔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太用力的时候就会折断，对不对？那折断之后，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这个笔好像不能用了。各位，可是你看这个图上面写什么？它好像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对不对？但是它折断之后，它可以变成什么？2支的铅笔。各位知道以前当然现在的孩子比较富裕了，以前早期买铅笔是一个非常非常贵重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用那个小天使那种铅笔很贵重的。可是你知道后来我在那个带客服班的时候，我们送小朋友铅笔的时候，被小朋友拒绝。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太多了，他们的东西太多。但是各位知道，其实不顺利有时候反而会带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转机。所以危机其实带来的也是一个新的转机。我们在危机的当中，怎么样去看到虽然是危险，但是它仍然有机会在那个里面。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每件事情，不是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好像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对，这个不能够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有时候错误反而会带来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调整，或者是新的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喝过那个可口可乐？各位知道可口可乐最早是做什么用的？知道吗？它是一种药水。它是做什么？它是来治头痛的药水。可是各位知道，第一罐可口可乐的出现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装错水了。以前的那个药水很浓厚，所以它必须要装什么？它要装纯水，然后让它可以稀释。可是后来这个配药的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他把气泡水装进里面去了，所以后来喝的人，他反而喝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饮料，那个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错误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其实错误有时候反而会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机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样样事事都有机会，而不是都是不好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所以包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常常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千万不要常常给自己封住口，说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我知道各位可能不这个没有政治的那个话语但是各位知道有听过有3不，知道吗？以前我们早期在对中国大陆有所谓的3不政策，但是各位知道基督徒常常也会有3不。什么3不？我不行，我不会，我做不到。听得懂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服事的时候，甚至信仰上的问题，或者是包括我们需要去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3不。为什么？我不会，我不行，我做不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常常要有一些的改变。现在流行一种廉价的福音，叫什么？你不需要改变，你不需要改变上帝都是爱我的，上帝都一直给我爱，上帝都无限的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不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进到一个地方来，它会带来颠覆性的行动。信仰进到一个地方，它会有改变的。信仰带到一个地方来，它会让人的生命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有没有改变了你什么？耶稣基督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是否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让你跟过去不再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信的福音不是廉价的福音，不是叫你不改变的，而是要叫你能够改变。那个改变是好的，因为你将要成为一个在世上的光，来荣耀上帝的名。因为你的改变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透过信仰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活，那个力量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的，使我们可以有力量能够显出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其实很多人都读过，也都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但是很多人读错了。我所谓读错是什么？很多人把这里段话里面理解成什么？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说你要做光，不是说你要做盐，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不是要去努力做出来的，不是你去营造的，是什么？是生命。讲生命恐怕各位比较难清楚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乡下地方看过那个鸭子，那个母鸭带小鸭的时候，我曾经看到一个影片让我很惊讶，那个母鸭在走在那个岸边的时候，扑通跳下去水里面，浮在水面上，然后它后面的那群小鸭做什么？看到妈妈跳下去，它们其实很抓，可是抓的时候不小心一弓下去，它们一样嘣又浮在水面上。各位看到那个鸭子一只这样掉下去的时候，最后面那只小鸭子更慌了，大家都掉下去了，我好害怕。可是后来怎么样？它也是一样，不小心咕隆咕隆下去的时候，它又浮在水面上。为什么？因为那是鸭子的生命。也许你可能会害怕，不新鲜事情，我从来没有碰过的。但是你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所以生命表示什么？你天然人就会了，你天然就会了。所以属灵也是这样，属灵里面有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你属灵的生命所显出来的那样的特质会跟别人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有什么样的意思在这里面？我们先来念一下13节哈，来念一下经文13节，一起念来。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台湾吃的叫做海盐，大部分叫做海盐。那个是，比如说像过去我们高雄有一个盐城，有没有？以前是晒盐的。还有在台南有一个地方叫七股，有没有？那个也是晒盐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吃的是海盐，都是比较精致过的盐。各位知道，在内陆里面，或是沙漠地区，或者是比较高山地方，或是比较没有靠海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叫什么盐？知道吗？盐。好，类似像上面这个图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玫瑰盐，对不对？有没有看过外面卖人家玫瑰盐？那一颗就是一个矿物的盐。但是死海边也有更多，死海边有什么？石头上面就覆盖很多的盐在上面，所以很多人会去用那个地方的盐来调味。但是各位知道，我后来查过资料，各位知道，在这个华人的这个文献里面，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盐铁论》，知道吗？盐铁论，它里面讲的是什么？以前的盐跟铁是公卖的，不是个人可以私有的，公卖的表示什么？那是很贵重的，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现在想象的盐那个一包才几十块钱那个盐来做想象。其实盐是很贵重的东西，但是盐的贵重是因为什么？它有味道，它是咸的东西，它是有咸味的，可以放在食物里面调味，它也可以做一些的其他的用途。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为了找这一篇解经的时候，发现一个东西，恐怕很多人没有想过。这里面他说盐失了味，其实盐失了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这里面。盐失了味的意思是什么？盐失了味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愚笨的、愚拙的。如果各位把愚笨的、愚拙的放进这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什么？盐如果愚拙了、愚笨了，怎能叫它再咸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应该做一个聪明的人，不应该做一个愚笨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良善的好的基督徒，而不是成为一个不义的人。我们应当好好的善用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所有恩赐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做更好的事情，更有功用的事情。那个叫做失了味，叫做愚笨。所以盐有味道是什么？它不是愚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用这个再转过来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什么？圣经上面有没有好几个出现愚拙的跟聪明的？有没有？10个童女，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对比是什么？有没有听过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他做什么事情？当他的老板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做我的管家了，你可以离开了。”他利用他仅剩的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做一件事情，他赶快把人家的账改成什么？折价了，或者是叫做免他的债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怕我万一没有工作的时候，我还可以去人家家里面，我免了他的债，我还可以去人家家里面跟人家蹭吃蹭喝一下，我还可以保有我的这个尊严，因为我没有办法种田了，我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我只能够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耶稣说什么？世上之子比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为什么？因为他会为了未来做打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为你的永生来做打算吗？你有为你未来能够得着上帝的国来做打算吗？各位，如果往上面读的话，其实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耶稣的最精彩的登山宝训里面那个8福里面说，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说，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来预备将来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去。我们应当做一个聪明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愚昧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多时候盐失了味，我们觉得那是味道的问题，好像我们是没有活出那个样式。其实那没有活出样式，表示什么？我们是做一个愚昧的人，而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基督徒的素质是比人数要更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一定要人数很多，但是教会要圣灵充满，教会要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会要有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良善的基督徒，能够走在上帝的路上，能够走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能够跟随主的脚中行。基督徒的素质要比人数更加的重要。好，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光。这个光是什么？我们最能够容易理解的就是晚上的时候需要光，因为黑暗的地方需要灯。好，所以15节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现在比较进步了，我们用的是电灯，或甚至现在用 LED 灯，我们都很光明、很光亮，连白天的时候都很光亮。但是各位知道，在以前早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以前的人点的是油灯。那如果不用油灯的时候，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那这个灯火怎么办？必须要把它盖起来，让它没有氧气之后它就熄灭了。所以人点灯是要为了什么？要照亮黑暗的地方。过去有一个故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老人家，他要把他的财产分给他的孩子，有3个孩子，他跟他的孩子做了一个约定，说你们要去买一些可以充满这个整座屋子的东西，我就交我的家业给那个聪明的人。结果后来这3个孩子，老大去买了什么？老大去买了一堆稻草，充满整座屋子。老二去买什么？老二去买棉花，充满整座屋子。第3个孩子他做什么？他做一个最节省的东西，他拿一支蜡烛，然后把这个窗户全部都弄暗了之后，把蜡烛放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个光就充满了整个房子。后来这个父亲把产业交给这个小儿子，因为他用最少的成本做最好的东西，光照亮整个房间里面。所以哪个地方可以充满光，在黑暗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光。所以人点灯不是要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是要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意思也是什么？它是有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用的，能够被上帝来使用。各位知道，我曾经在圣光神学院去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各位知道什么叫做他们的校训叫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对不对？我们当中如果有圣光的学生曾经去念过圣光的神学院的话，校训叫做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各位知道合乎主用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好，曾经有一个师母最好的解释，他说什么？合乎主用就是这里也可以用，那里也可以用。好，那不合乎主用就是什么？这里也不能用，那里也不能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用？你可不可以被上帝来用？这里也可以用，那里也可以用，还是你到哪个地方，对不起都不能用？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的光，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光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都成为光来荣耀上帝。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被一个东西辖制了，我们以为说保罗讲的那个信心不是依靠行为，所以我们就只有专注这个，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行为。其实行为也在见证你的信心。雅各书里面说，他用他的行为来见证他的信心。但是很多人是什么？有信心，但是你的行为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并不是教一个不平衡的东西，耶稣教的很平衡。他说什么？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所以教会要看重的不是只有叫做人数而已，不是只有奉献，要什么？品格。我们要成为好的品格的基督徒，在世上能够为主来发光。我们的行为成为荣耀的见证，来荣耀上帝，而不是我们只是注意到我是一个基督徒而已，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好像我比别人高一等。各位知道那个叫分别心，知道吗？很多人以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得救了，我比别人高一等。没有，我们是蒙恩的，但是我们的行为能不能见证我们信主之后的改变？好，所以17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讲了一个事情，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各位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说他的教导，他所教导的跟这些经学、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太一样。他是不是要推翻律法，建立自己的东西？他是不是要用自己的东西来取代这个上帝的律法？耶稣说不是哦。他说什么？17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的律法跟基督的律法是一样的。摩西的律法是上帝的律法，也是基督的律法。所以这个牧师这个莱肯这个牧师他说什么？摩西的律法不但是上帝的律法，也是基督的律法。然而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是要成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的要求是叫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什么，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一个是正面的表列，一个是负面的表列。耶稣来他说什么？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叫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当你爱上帝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行这个律法；当你爱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行后半段的实践后面的律法。所以爱才是成全一切的，不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而已，而是要告诉你你可以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不是要废掉，他说他要来成全的。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废掉的意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所谓的废掉是什么？教导人不要这样做，教导人家不这么做的时候，不要去遵守律法的时候，等同于废掉律法。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教导者，如果我们教人家说，这个才重要，另外一个不重要哦，所以你只听哪个不听哪个，偏颇的教导，或者是只是教人家一些比较哪一个东西重要，其他不去遵守的时候，那个是要负上极大的责任跟代价的。当你废掉律法，很多人说废掉律法好像是很严重的事情。当你不遵守律法的时候，等同于是废掉律法了。好，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哪一句话叫做重要或不重要。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因为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话。所以19节我们来看一下19节，这个特别对我们当中成为一个教导者的人要小心跟谨慎。刚提到我们的行为要成为光，成为盐。事实上，我们成为光、成为盐之后，有可能我们会影响别人，教导别人怎么做。但是当你教的时候，应当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19节，我们一起念来。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叫人家不要去遵行，那个就是废掉律法；叫人家你不用这样做，那个就是废掉了。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当中最小的一条，然后又教训人家说你只要做哪一个，或是你只种哪一个的时候，那个才做在天国里是最小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申命记里面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亨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要去谨慎跟去遵守的。但是如果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而且我们自己也这样做的时候，19节我们来看一下19节，我们一起念来。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是教导人，而且自己也这样做的。他说遵行这诫命，而且要教人遵行，他说他才要称为大的。所以我要勉励我们当中当教导者，无论我们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是我们成人主日学老师，或是我们当中担任教导任务的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们，我们要教导别人，我们自己要遵行诫命，而且还要教人遵守。所以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遵行，而是我们的生活上都要去遵行的。那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在看我们怎么样去爱耶稣了。我们常常叫人家说你要爱耶稣，所以你才可以去服侍上帝。那么怎么爱？你的时间跟你的金钱的分配在什么地方？你把你的金钱放在哪里？你把你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就在挑战你的生活方式，你怎么样爱耶稣？你的金钱放在浪费资财的地方，还是放在谨守，在这个除了谨守金钱以外，谨慎的去使用？不是说叫你都不要用，而是谨慎的去使用，放在对的地方。你的时间是否能够分别为圣给上帝，还是你都放在电视、电脑的前面，或是放在其他的娱乐的里面？你有没有把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上帝？你的时间跟你的金钱都在看到你是不是爱耶稣的。好，所以20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提出了一个挑战。很多人对文士跟法利赛人，千万不要以为圣经里面讲他们不好，就以为他们是坏人。没有，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其实是好人。他们的好人是什么？好到他们很注重他们的形象跟外表，但是他们很会讲，可是他们做的事情能不能做到不一定。我们来看一下2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义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马太福音23章2到3节，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一个教导者只会说不能行的，他只是在做一个文士，只是在做一个法利赛人。各位知道这个椅子，这一张椅子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这一张椅子叫做摩西座，教导者才可以坐在这个位上。所以以前在会堂里面教导律法的人才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各位知道我们这里有摩西座，知道吗？摩西座，我们现在有一个摩西座在那地方哈。好，摩西座，所以上到台上教导的人需要谨慎的。你要在台上教导人，你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在做教导者的工作。这一只椅子叫摩西座，所以会堂里面为什么做礼拜的地方台上要有椅子？台上那张椅子叫做摩西座。所以讲道的人、教导的人要相当的谨慎跟小心。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我们刚开工的那一天，在上个礼拜五，已经是初6的时候了，不止初7的时候了。好，初7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开始工作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找我们的干事跟同工来祷告跟这个读经嘛。那我们读的经文是哪里？在箴言的14章30节，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好。那当然，我讲了很多怎么样让心中保持安静，然后让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服事不要被外界打扰，我们可以用安静的心去服事上帝。可是各位知道，当我讲完这一段东西，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很好的时候，下来的时候，马上早上就遇到2件让我心里不平衡跟不平安的事情。千万不要小看上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仆人的。当
我在教导完之后，马上出现2件让我心里面焦急，或是让我心里面觉得烦躁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更要去知道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你怎么样让心里可以安静，然后去看待这个事情？当你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用安静的心去看待，你看到的眼光就会不一样。所以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不是只是在教导别人，也在教导谁？教导我自己。而且上帝很奇妙，就是马上给你来一个考试啊，所以但是不用担心考不考试，这个要问慧秋老师哈，你们上课的话，如果需要的话哈。好，所以宗教是夸口自己，但是福音是夸口耶稣。所以你夸口谁？你夸口的是耶稣，还是夸口自己？所以宗教是夸口自己所做的，但是信仰是夸口，福音是夸口耶稣所做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比别人多，我们比别人年长，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成熟的生命里。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启示。第一个，信仰不是只有在知识上，也在生活的当中。所以你的信仰不是只有在头脑里面，而是在你的行为跟你的所做的事情上面。但是各位知道，从这里要到这里，就是一段漫长的路。你要从头脑进到你的心里面，其实就是一段漫长的路。所以好行为不代表我们得救，但是得救的人一定有好的行为。所以期待我们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荣耀上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你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今天上帝你要我跟你一起做什么？千万不要觉得是你在做什么，你要去看到是上帝跟你一起做什么，或是上帝今天要做什么，我怎么配搭我的上帝。第二个，信仰不是只有在身份上，也在恩典的当中。我们不是基督徒就比别人高超，比别人优秀。各位知道有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很厉害了，然后就好像我们就比别人好。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我不要说是哪一个教会，有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在那个这个人家正在忙碌的时候，他常常跟人强调，我是基督徒，我是某某教会的会友，应该要先给我。哦，你是某某教会的会友，应该要先给你，是应该这样吗？好像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基督徒，不代表我们比别人优秀，而是代表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去年应该是前年，有一个老牧师过世的时候，有一对诗班他们来献诗。那时候我站在门口就是邀请他们要喷酒精，要注意这个社交距离的时候，有一个他们的姐妹就跟我讲说：“我们是诗班呢，我们是诗班呢，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哎。如果我们是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做遵守上帝话语的事情啊！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比别人更多的知道谦卑，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蒙恩的。所以坦诚信靠上帝的人，上帝就在他里面，也在他生命里做成这些事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这些事。但是做不到，也不要自己觉得难过，或者是紧张，或者是害怕，或者是觉得好像我没有希望了。各位知道，我们还在施工中啊，我们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圣经里面以弗所书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还在施工中啊，还在我们身上施工中哈，在基督里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是上帝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所以我们要行善，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得到上帝的恩典去行，而不是我用这些来赚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去行，是因为上帝恩典给我们了，我们应当这样去行。但是做不到的时候，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还在施工中啊。好，第三个，信仰不仅在教导上，也在实作上。所以不是只有去教导，而且要去实作。特别最忌讳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了讨好人而去做一些叫做只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而不去把真理能够讲出来。一个真实在圣经中看见基督的人，他是不会去讨好别人的，他能够在真理上能够站得稳，但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坏脾气的人，不好相处的人。我最近听过一个话很好，他说什么？我是好相处，但不是没有脾气啊。所以好相处，但是你也要能够成为一个有原则的人啊。好，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并不是只有人家看到才做的。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要能够即使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我仍然能够这样
去做去行。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应当做一个这样的诚实的人，不是只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做，而是即使人没有看到，我仍然这样去做。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潘霍华他这样说：只有信的人才能够顺服，也只有顺服的人才愿意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多少，就看你有多少的顺服；你的顺服有多少，也显明你有多少的信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顺服上帝的话语上，我们全然的顺服就是全然的相信，80%的顺服就是80%的相信。如果只有50%的顺服，也是50%的相信。如果都不顺服，那就是完全就不相信了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学习顺服，才能够相信。所以期待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都能够顺服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话，不是只有教别人这样做，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去遵行。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看这段经文。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当中，也给我们自己提醒，不单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遵守上帝话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要 cue 我们的慧秋老师，因为他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卫理神学院。那我们一直期待我们的延伸班，不是只有延伸班，我们很期待至少我个人希望我们的延伸班可以成为卫理神学院在南区的分校，它成为一个可以研究、可以学习、可以实作的一个学习的管道。所以我们要请慧秋老师来帮我们做介绍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牧师给我有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推广卫理神学研究院的推广教育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让我用短短的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也做这样的介绍，我叫蔡慧秋。那么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很认识我因为我们认识了好久好久，至少有3年、3、4年的时间。那么在卫理神学研究院的里面的推广教育有2个课程，一个是信徒神学教育，它提供了24个学分的基础的神学教育。那么每一次上课就是2学分，那么一次要上个14周，总共要28个小时。这一个课程有一个特色是大家很喜欢的，就是不需要写期末专文。那么你修完了这24学分以后，那么如果你要继续在卫理神学研究院攻读教牧硕士的话，如果是大专以上的学历者，就可以减免部分的学分那么第2个就是圣公硕士科。那么圣公硕士科呢，是为义务传道，还有具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人，也可以在推广教育里面修读圣公硕士科。他每一次上课是3学分，3个小时，也是一样要上14周。那么这一个课程就比较有一些的要求，就是因为你要修3学分，所以你必须要写期末专文。所以每个学期最痛苦的就是我们玉华师母和迪华传道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课程呢，他就毕业的话就可以继续修读教牧硕士或道学硕士，那么这样可以折抵同类别的神学学分，所以继续修读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感谢龙光堂真的当我在预备这一个 PPT 的时候，神给我了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感谢上帝得着荣光那么我们是龙光堂，感谢上帝得着了你们。那么卫理神学院
也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龙光堂在蔡牧师、教会干事和长职领袖的大力支持、协助推广之下，使得为神的推广教育在南区、高雄区第一个开设推广教育课程的，就在龙光堂就在龙光堂，所以我很感恩，也非常感谢龙光堂的牧师、蔡牧师、教会干事和长职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推广。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出了5个课程5个课程。那么真的是实现天国的教育之光，因为我们相信阅读神的话，就成为神的光、神的盐。阿们。所以我们有开了箴言、旧约导论、新约导论、神学导论，最近的释经学我们都已经上完了，而且同学们的表现非常的良好是我们龙光堂的荣光，也是天国的荣光，也是我们卫理神学院的荣光。所以我在这里谢谢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课程一定是采取现在都采取实体还有线上的同步进行。在这里我也感谢龙光堂的支持有伟翔弟兄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在上一次的释经学，我们有8位的同学是来自台北，跟我们实体在这儿的同步线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也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一个学期2023年我们开春的第一课就在2月24号要开始，我们要上的是摩西五经。那么摩西五经是什么呢？简言一之，就是它是旧约甚至是整卷圣经的基础如果你要了解神的话，你先要读旧约导论，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再读摩西五经，再钻研，再深度的去了解。那么这一本是目前在美国圣经博物馆中世纪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的一个样式那这里透过这样的一本书，摩西五经是要引导学生来了解摩西五经各卷内容的特色，还有摩西五经这5卷有什么关联创出利民生它有什么样的关联。第二呢，要引导学生在这个五经里面它有不同的文学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去很欣赏上帝给我们这个不同文学形式的故事。大家喜欢听故事吗？摩西五经是很精彩的故事好，第3点就是，那么这么精彩，就是要引导我们能够在生活上成为光，成为盐成为教导的人，也能够成为上帝奇妙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应用摩西五经在我们的真理之中好，那么我们是在2月24号开课那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那么信徒神学教育2学分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报名就可以享受优惠价，仍然享受优惠价，本来是3400的，我们这次优惠价推广期是2800。刚刚我们蔡牧师在讲到之前，他所引用的例子真的就是从旧约里面来的。所以如果你对旧约很熟，那么你就会在整本的圣经上你就会有更多的了解，特别你要从摩西五经里面再一次的去奠定上帝给我们的基础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龙光堂，我们实在看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实践教育、神学教育的光。我们在这里要谢谢你们，也要谢谢上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更感谢主的就是上帝让我们继续的开课所以在摩西五经的课堂上，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那如果你要更加的了解卫理神学院研究院的课程，那么我会在这里
留下一些的说明书。那么散会之后，如果看到我，你们也可以来跟我分享，来问我。那所以我们线上，我们卫理神学院已经开始有线上报名了。好，线上报名，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卫理神学院的官网可以看到怎么样的报名。谢谢蔡牧师给我这个时间，谢谢大家，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神学教育。阿们，感谢主，谢谢。我们感谢蔡牧师今天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我们、造就我们，以及慧秋老师，在卫理神学院的服事。也愿新的一年，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国家领导者，能够更有智慧来领导我们，以及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友，让我们的言不失位，让我们在内心里面的光，透过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光不暗淡，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透过弟兄姐妹，在追求圣经真理的过程里面，不断的透过关怀、祷告跟行为的见证，彼此成全，活出信仰出来，天天充满主的喜乐跟平安。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圣餐，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唱心灵粮诗选300首，与主合一。我们唱第一段，唱第一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裹着饼，主亲自递着杯，我吃喝着饼杯，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卫理会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特别1月份的第1周又是立约主日。其实每一个主日都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眼光从世上的事带回到上帝的事里面。所以戴德生这样说：有关上帝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有关上帝的事，每一件都是大事。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每一件有关上帝的事情都是大事。最近我想各位有看过，包括这个事情已经从从去年延伸到现在，有一个教会，我不要说是哪一个教会，但是大家应该清楚知道，有一个教会产生一些的争议、争端，以至于在教会里面有不和，有这些的纷争。各位知道，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在外面的人或者是不信主的眼中来看，我们真的叫做很愚笨、很愚拙。为什么？因为哪有人会把钱奉献到教会里面，然后自己还要做那些这么多的事工？这个是很笨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但是圣经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不应该把这些在教会里面纷争的事情带到外面去，以至于让外邦的人或是让不信主的人来审判这些事情。教会里应当有教会里面该要做的一些的判断，所以在教会里面还是有这些的程序会在这里面。当我们有争议的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请跟我们的小组长、跟我们的执事、跟牧师反映，而不是一蹦跑到外面去。当然，也许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谁是对的或错的，但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教会经不起任何的一个
小事情在我们当中发酵，以至于成为一个伤害。所以期待我们成为盐。各位知道盐可以有医治的功能，让腐化的东西可以不要那么快的腐败，或者是让这些事情可以能够稳住，以至于不会糟精，或者是走掉不好的东西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让我们发挥盐的功用，使教会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对这个社会成为有帮助的。当然，牧师要跟大家来道歉跟认错、认罪悔改。如果牧师有讲一些话，或是做一些事情，让弟兄姐妹受到伤害，或是你感受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牧师的讲话太严厉了如果还是有这些，牧师要跟大家弟兄姐妹提醒跟道歉。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讲话口无遮拦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对的，但是我们却没有用爱心去说的时候，可能会伤到一些人。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也原谅牧师们，包括我的历届的牧师们。我是我们荣光堂第14任的牧师。如果我们这14任的牧师当中，我们有哪一位，或者是有哪几位，或甚至每一个都有，我们都有做过错事情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也原谅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重新的再出发。教会里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愿上帝带领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唯有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义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应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颂，尊奉主荣耀的圣名，常赞美主说：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或是从哪个地区来，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也许我们分属不同的地方、教会，或者是不同的族群，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合一的教会。在天上没有卫理公会，天上没有长老教会，天上没有信义会，天上只有一个属上帝的教会。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请陪餐的同工来到台前来，我们要预备来领受，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圣餐。请我们的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请你就现在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分饼的时候、饼杯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现在会帮你喷上酒精，然后让你可以等一下在领饼杯的时候，可以能够有很好的安全来领受饼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就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你坐下来，好让其他的服侍的同工能够再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就请你在位置上坐下，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等候，来领受，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哪个宗派或教会，我们从哪个地方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合一的肢体。在基督里，我们共用一个饼，我们共用一个杯，我们所吃的、所喝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期待我们透过饼杯的服事，让我们把神的话也吃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饼杯，就请你安静的坐下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加入教会，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扶在你的心上。我们用灵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让我们用灵里来领受这个饼杯。虽然我们没有吃到实体的饼杯，但是我们用心来领受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就打开饼跟杯，我们一起来享用。记得口罩要拿起来，要不然你塞不进去哈。
吃完之后一样口罩要记得戴着哦。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来念，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餐礼拜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起立，一起回应新灵粮诗选300首刚刚所唱的《与主合一》第2段。我与主同定时，不再受罪辖制，将罪我难一死，却向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荣耀主名。请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请支线请坐。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以及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因此，你配受赞美跟感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在运用将这样子的钱财运用在你的事工上，让教会能够受到造就，福音得到兴旺。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唱向主呈献歌。我们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弟兄？没有，好，我们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第一次之后，我们可以起立拱手问安。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跟着你，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旨意，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梦想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彼此拱手问安。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有一些报告事项，在周报上都有。如果等一下有一些地方省略的部分呢，请大家可以自己看。第一个，本日的主日是2月份第一个主日。那主日之后，我们会召开小组长会议。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有诗班的练习，所以我们2月份的执事会大概在1点半到2点之间召开，请执事同工预备留步参加。然后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将于2月19号开课，我们请卢军老师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一季的成人主日学课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呢，应该是我们成人主日学校长要来报告的，因为他出国去了，所以由我来代替他。其实我们的这个上课的班级跟内容都在我们这个介绍、简章介绍和报告上面。本来呢，他要我就是把各班的这个课程内容都跟大家讲一遍，但是我想这个我们各班的老师他们所提出的说明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背面还有一个全页是我们这个五小经卷的邵文老师，他特别将他班上呢写得特别清楚。每一五卷的经卷呢要上些什么课程内容，大概是都在这里面，所以呢我就不再多说，请大家就是看完以后马上去报告。我先简单的说，就是就是要特别介绍各班
的班名还有各班的老师啊。那首先就是吴小金卷的老师赵少文老师，那这一期呢，他还有2位弟兄，就是贺兆鼎弟兄还有杨伟祥弟兄会跟他一起，他由他来提携，让这2位未来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成人主义学的老师啊。那是不是请这3位起立，让我们认识你们一下？哦耶！那再来就是以弗所书老师就是周雄老师，还有汪怀瑜弟兄啊，怀瑜弟兄在吗？那他们会跟我们介绍整本的以弗所书。另外就是诗歌欣赏与教唱，是由天一老师和我来主理的。我就是再加一个，就是我们的校长为了鼓励大家今天就报名，让我们可以确定人数，他自己亲手特制了小小的礼物20份，所以呢，今天呢报名的前20名，你们就是在交你们的这个报名表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干事来索取啊，最多只有20，那21就是你下礼拜再跟老师撒娇一下，看他是不是再做给你啊。那今天只有20份哦，所以呢，大家赶快报名啊，会后赶快去交你的报名表。那以上，谢谢大家。谢谢卢军老师。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蔡伟文牧师将于2月4号，举办台语堂的台语的读经班。那为期一共4周，读经的内容是马太福音第5章。然后总会的姐妹会在南区座谈会，在2月11号上午10点钟，牧职以及会友座谈会在2月11号下午2点钟，地点都在高雄卫理堂。那请会友跟领袖注意开会的时间。同时呢，刚刚已经慧秋老师有介绍过的这个卫理神学院的延伸班呢，也欢迎大家弟兄姐妹装备自己，踊跃的报名参加。同时呢，112年的春季制服学院又要开始报名了。那虽然最近的这个疫情有一点点微微的升温，那我们这一期呢，还是让我们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吃得好好的。所以呢，我们本期有加开美学造型、幸福手作，还有7点烘焙，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会友踊跃的报名参加，为制服的招生顺利而祷告。接下来底下有一些的肢体消息，因为最近的这个疫情升温，确诊人数也比较多，所以请弟兄姐妹多加注意。同时呢，我们也为下面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包括周老师的身体复原，薛雅文、陶英兰的脊椎，跟王爱玲术后的复原，世英姐的术后复原，还有林淑英母亲，还有孙妈妈刘世文的听力，为涂红淑妃的心外拥的适应，还有孟庆兰的呼吸顺畅，许陈美莲脑部手术之后恢复的顺利，还有梅琪姐的眼睛术后复原的顺利，李家芳姐妹的身体复原，还有陈素云姐妹的坐骨神经疼痛，邱秀雪姐妹的心导管手术之后的术后复原，郭敏玲的喉咙检查，还包括南宫卫理堂刘志杰长老的安养，请为长老们身心灵健康代祷，还有远在异乡的蒋继庆出国探亲的祷告，求主赐福给他们，保守一切的平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同颂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
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你的儿女们都蒙恩，我们的身体强壮健康，我们的家庭、工作、生活一切蒙恩。你也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入世界，成为世界的盐，成为世界的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我们在殿乐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订阅中，也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所有的事工来代祷。如果弟兄姐妹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